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主的带领，互我阁会使阁一遍来甲咱富强教会，甲咱正兄弟姊妹大家来敬拜。伫咱的手中拢有一份台湾中心的即个特刊，伫讲道线，我也会放一块影片，互大家更较清楚。咱正人透过奉献，透过代祷所共同提开的即个信仰的空间，为台湾心，也是为着台湾中心带来什物款的益处伫咱讲道线咱要来做即个影片的播送。兄弟，若是按教会的即个节期，今仔日就是主显节后的一周，也被称作是主受洗的主日。借着今仔日咱所读的即个经文，我想咱爱阁一遍来思想，咱对主所受的即个洗，对咱个人的生命，也阁有咱教会整个的群体的意义是啥物？愿咱借着今仔日主所予咱的话的即个信息，阁一遍清楚明白，要怎样来活出主所喜乐的生命来敬拜伊。咱阁一遍来祈祷。主啊，愿你甲阮同在，保守阮对你的话阁一遍来领受你所赏赐属灵的美粮，来成就阮灵性生命足好的养分。引带阮下面的时间有你的看顾，靠主耶稣的名祈祷，阿们。兄弟姊妹，若讲到洗礼吼，我想咱大心想到的，应该就是有关即个个人的面相。洗礼是啥物？洗礼是一个人伫众人的面前宣认家己甲上主的即个关系。即个仪式，伊见证人将家己生命的关怀，对别种的即个关心，转向对上主，伫生命的道路中间开一条跟对基督的即个朝圣的路。所以对侪人来讲，洗礼诚做一款的记号，代表人重新出生伫上主的怀抱内底。因为安尼，咱中间检采有侪人会去纪念家己洗礼的迄一日，伊即个来诚做咱第二个生日。毋过，就亲像咱要请用一个红婴仔大汉共款复杂，信仰生命的形式也必须经历无共款的阶段，直到基督耶稣的身量伫咱的心上来忠诚。一个信仰的生命若要成实，无拄打瓦靠个人的追求，也阁瓦靠培养即个属灵生命的即个信仰的群体。所以这就牵涉到信仰洗礼所带出来的即个群体的面相。咱今仔日的讲题叫做领洗的群体。领洗的群体，konkr快的会使来指即个信仰的群体。总是咱嘛会使非常具体来讲，即个领洗的群体就是要讲教会。教会虽然对上主领受侪的任务相当的多元，但是咱会使归纳来讲，教会迄个上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见证上主的治理，就是要伫地上见证上主的治理。所以借着这个洗礼，人毋单是搁一遍来宣认家己的信仰，同时也发出加入这个见证上主治理的信仰群体的宣告。总是真侪时阵，咱会忽略这款的宣告，总是咱爱看重这个宣告，因为这个宣告其实是一个来自上主的呼召。上主伫咱洗礼的时阵，伫咱愿意咱的生命跟对伊来行的时阵，也呼召咱伫一个信仰群体内底为生，互咱对这个群体的兄弟姊妹彼此有责任。检采咱会问，安尼咱应当爱怎样来做？
咱运动怎样来做，才会当互即个说所带来的即个效果益处，也佫有责任伫咱的人生中间来甲伊挖出来。兄弟姊妹，伫今仔日，咱对耶稣回答加西利约翰的即个话内底，咱得到一个实践的方向。这个实践的方向就是爱锻炼家己的性命，选择合上帝一切要求的选择。咱来锻炼家己的性命，选择合上帝一切要求的选择。像这我想，咱每一遍读这个经文的时阵，咱一定拢会头先想到一个问题我会记得我有做摆、做当的经验，无论是带领各中高中生读迄个福音书，还是带领大专生读福音书。每一天读这个故事的时阵，拢有一个问题足歹解决的，嘛每一遍解说。嘛袂互全部的人得到满意的答案。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耶稣要来受加西利约翰的洗礼？为什么耶稣要来受加西利约翰的洗礼？伫圣经的中间，加西利约翰是咧传悔改的水，所以咱伫个经文内底看侪人拢为着家己的罪来到约旦河来受伊的洗礼。今仔日的经文记载，耶稣也来接受这个洗，这个会造成咱信仰上的一个困难。咱会问，敢讲耶稣也承认家己的罪来受约翰的洗吗？事实上，这不只是咱每一个人的困难伫无相款的福音书的作者，我感觉这嘛是因的困难，因为因用着无共款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马可福音的作者，检采上界片段，伊就跳过这段，无解说。耶稣到底为什么要受约翰的洗？马可福音无甲咱讲，无解说。路加福音的作者嘛小可用功，伊甲咱讲，众百姓拢来受洗礼啊，所以耶稣嘛来受这个洗。也即伫即个描述的过程中间，咱会知影讲，路加伊足厉害，伊用伊讲故事的即个技术，刻意来淡化耶稣互约翰洗礼的即个事件的严重性，对毋对？只有马太福音上介认真，上介认真来解说为什么耶稣要来受加西利约翰的洗。伊讲，当耶稣对加利利来约旦河找约翰的时阵，要来受伊的洗，约翰就甲伊挡啊，甲伊讲，我应该对你领受洗礼，你反倒来找我。耶稣就甲伊应讲，咱安尼做，才会合上主一切的要求。约翰就同意。兄弟姊妹，虽然马太处理这个问题处理了上界有诚意啊，总是咱也是搁会问。到底为什么只有耶稣接受约翰的洗礼安尼做，才算是合上帝一切的要求？咱若要解决这个问题咱就爱搁现头前的经文来想马太福音规个圣诞节的故事，咱才有法度来明白。伫马太福音耶稣诞生的故事内底，这个以马内利的主。一直出生，伊就随时遭受侪性命的威胁。或者咱来想看觅，这中间有出现侪角色、侪的人。如果有一个人，伊照伊原本的意思来选择，安尼故事就会改写。若是无耶稣伫地面上的老爸约瑟，伊愿意信任天使的吩咐。无照伊原本心内所想的，甲玛利亚甲伊安住甲伊收掉，安尼故事就会无共，对毋对？如果迄个来自东方的博士，伊无照着伊梦中所得到的即个提醒，对别条路转去，伊悠然转去找希律王，那么红颜耶稣
就会去互杀掉、减死。也阁有，当耶稣全家闪避到埃及的时阵，遐无辜被残害无数的即个男婴，也阁有家庭，因的牺牲原本就无道理，因的母亲命还未得到安慰，总是借着遮个人会拍拼，遮个人照着因对上主的理解，做出一个合上主一切要求的选择。遮个人的心酸，也阁遮个人的牺牲，咱才有法度看见即个大汉的耶稣，伊对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这个所在来接受加西利约翰的洗礼。也即咱可能会问，但这个事甲耶稣来洗礼有啥物款的关联？也即咱来想，这个人伫一切歹事咧发生的时阵，因持续等待、忍耐，而且信任上主，已经透过一个奇妙的作为，互以马内利的主降生甲人同在。这个就是合伫上主一切伊的这个要求。如今耶稣也来受约翰的洗，耶稣毋是要来认罪，伊嘛是要来下一切上帝的要求。照着约翰的洗，耶稣来认同遐伫艰难环境下底，持续愿意信任上主行动的人。耶稣也来认同遐无辜去互杀害的红爷因的家庭，也来承接因的苦难。耶稣所履行的这个行动，是拒绝和暴力的这个行为，成做这个事件最后的诠释。也即所以特别伫马太福音内底，咱将这一切拢连做伙看，咱就得到一款的理解，为什么耶稣要来受加西利约翰的洗？透过加西利约翰的洗，耶稣要来继承，耶稣要来延续这个人的义。耶稣透过加西利约翰的洗，要来承接这款照着受苦牺牲来伸传上主旨意这款的精神。兄弟姊妹，这就是耶稣受加西利约翰的洗所展现出的一个群体性。因为伫这个洗礼的背后，有足侪个人咧支持、咧付出。耶稣受的洗，是这个人遵照上主的旨意所结出的好的果子。耶稣受的洗，是认同这个人的义，更加要延续，用家己的性命来宣传上主的旨意。还在伫教会内底，咱拢非常的期待，咱的信仰会使一棒接一棒，会使代代相传。但是这个代志非常的无简单，咱亲像是伫家庭的内底，侪时阵，我家己咧反省我家己甲囡仔的这个关系，我就感觉讲奇怪咧，阮查囝哪会讲我咧做好的行为的时阵，伊拢无要学呢吼，啊，我的歹习惯伊全部拢学去安尼吼。伫家庭内底真正是安尼哦。父母所做的好行为，囡仔拢忽略，啊，迄个歹习惯吼，伊全部拢学起来吼。有时间我看阮查囝吼，摕一块石头伫遐咧看，安尼画，我想讲你咧创啥？伊讲啊，我咧滑手机啊，吼。我想讲这可能是我咧滑手机，拢去互伊学起来。真侪时阵。对我牧养大专生的过程中间，我感觉有时阵嘛非常的艰苦吼，因为真侪时阵，迄个囡仔上界无想要诚侪，就是父母的权势。有一寡代志伊非常的真早拢无想要做，原来伊感觉因为做迄件代志，伊就变成甲伊父母相款的人啊，所以伊无爱，伊一定要活出无相款的信仰。而且这就是咱要传承信仰，甲咱伫家庭教育内底上款困难的所在。总是照着耶稣受洗的故事，咱检测会使得到一寡安慰。因为咱对这种互人感觉
小可灰心的即个状态，并毋是啥物拢袂用做啊。歹的习惯、无好的模范会影响人，相款对信仰认真、打拼、遵行上主一切要求，而这个代志也会累积。所以只要咱继续锻炼咱家己的性命，咱时刻来提醒家己，爱下上主一切的旨意。伫某一天，这个事也会去互看见，会比了解。咱拢知影，一个家庭若要做伙成长，不只是靠这个子女的打拼，也是父母的牺牲。咱是我靠每一个人，拢倒转来看家己生命的议题，伫真内底来进步。相款，教会的群体，伫教会的群体中间，若是咱每一个人，拢搁较认真来思想上主的话，也搁较认真来实践咱所思想着上主话的即个意义。咱就袂搁伫遐彼此来指责，咱袂搁互相伫遐比较，什么人的义较优秀？因为上主的话，互咱看见咱家己的限制，看见生命改变的可能。也只有安尼，咱有法度三甲来紧起来，迄个上主交托教会的使命，来见证上主伫即个所在的治理。这工课非常的无简单，却是教会上重要的任务。当一个信仰群体安尼实行信仰的时阵，信仰就无成做口号，要成做记号，要成做即个群体上界特殊的记号。因为咱拢知影，一个人的见证会互人感动，总是一群人的见证会互人感动甲愿意相信。透过一个人的见证，无拄拄会互人看见迄个背后咧支持伊的上主。总是若是一群人的见证，那么人就愿意相信，伫恁的中间有上主的治理。兄弟姊妹，当咱讲到基督徒的生命要怎样符合上主旨意的时阵，咱检查会感觉讲，咱肩胛头有够沉重的，咱亲像爱搁互打上侪一款道德的标签。总是事实上，伫马太福音的内底，伊咧讲即个义的即个意义，将来毋是咧指一个人伊的道德好啊毋好，嘛毋是咧指一个人伊的性地好啊毋好，咱是咧讲即个人敢有具体咧回应上主的旨意。也这时常有学生咧甲我分享，感觉家己的生命，咱亲像是伫咧犯罪，也阁有祈求赦免的即款无限的循环中间。因为真内底看袂见家己生命的改变，来感觉人生，更加因为罪，每一遍拢得到无条件的赦免，来感觉家己非常的见笑。我甲这个学生讲，虽讲我毋知影你所讲的罪是啥物，你认为的罪是啥物，我嘛毋知影你所犯的罪是啥物。总是当你有一款感受的时阵，迄恰恰是生命改变上界重要的过程。像这马太福音的第1章有记载一个族谱，伫这个族谱的中间，除了记载侪男性，对以色列来讲非常重要的人物，也记载侪特别的女性的人物。伫这个族谱内底，有因为要求生存，必须爱这个超越道德界线的这个塔玛，也阁有拉合，也阁有外邦人的这个新妇路德，也阁有甲大笔行甘银的这个拔示巴。兄弟姊妹，这个人，无论对因家己的时代来看，也是对耶稣时代来看，检查因生命的经历，拢无介光彩。毋过如今，咱却伫马太福音内底看见因被写伫记载弥赛亚的这个族谱顶悬，来得到荣光。
兄弟姊妹，即款的反转咧，甲咱讲啥物？即款的反转咧，甲咱讲，就算伫生命上怪破碎的时刻，也无有一段咱生命的经验，去互上主排除伫伊的工作之外。我搁讲一遍，就算伫咱生命上怪破碎的时刻，也无一段经验被排除伫上主工作之外。也即所以落尾，咱拢必须爱学习，以耶稣基督福音的眼光来看待遮咱生命内底大大细细的污点，而且继续锻炼家己，伫核心的中间做出合上主旨意的选择。今仔日的经文记载，当耶稣受洗了后，天顶有声音甲伊讲：“这是我所疼的囝。”伊我心意爱，这事互咱知影。当咱每一遍愿意去面对家己的议题，面对家己的软弱，面对上主的话对咱生命的提醒，而且定心上路的时阵，上主要照着信心，互咱非常的清楚，知影来活出伊所欢喜的生命，伊真意爱咱安尼做。而且这个声音不只是对咱个人讲，也是对咱规间教会所讲的话。伊咧甲咱讲：“恁是阮所意爱的囝，我真意爱。”咱大家来祈祷。上主，阮感谢你，互阮照着你的水来成做一家伙仔。照着你的水，阮对你来结连，也意爱对这款的结连内底，搁一间帮助阮众人伫你的面前活出你的款式。照着安尼，互阮的生命不只是彼此利益，也通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来见证你伫阮的中间所做非常重要的工作。主，当阮咧行这条无简单的信仰的路程的过程的时，求你来帮助阮，互阮照着你所排列信仰群体的支持，搁一遍时时愿意回头听你的声，面对家己的议题的常时，也有气力，也搁有勇气，伫阮生命的中间照着你来做出改变。主，阮知，这无简单，小小的决定，也搁有行动，可能袂一时啊就展出效果，总是久长落来，却要诚做水的见证。望你帮助阮，当阮开过生命，听你的话，也来选择一切合你旨意的选择的时，也要为着阮的教会群体带来水搁美好的见证。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尊名。阿门。还在刷着，咱来看一块影片。